我們點擊頁面的收銀台按鈕，打開頁面，可以看到頁面左側為單據基本信息，右側為商品信息，左下角為收款金額及收款按鈕。我們依次錄入門店、客戶、出貨倉庫，選擇銷售商品及數量。點擊商品庫存的箭頭，可以查看此商品的庫存分情況。錄入後，我們點擊收銀按鈕進行收銀操作，選擇收款賬戶及收款金額。點擊確認即可完成收銀。此時我們打開銷售出庫單查詢頁面，可以看到成功通過收銀台生成銷售單據。我們點擊此處的打印按鈕，可以看到打印預覽頁面及單據二維碼。使用移動設備掃碼二維碼，即可看到單據信息。